今次同大家介紹坦洲另一個大盤——中澳春城5期新品博瑞，位於坦洲鎮灣洲南路，附近有大型購物中心、學校、醫院、銀行，生活配套齊備，17分鐘到港珠澳口岸。樓盤仲有直通巴返尖沙咀、荃灣、太子，亦都好近珠海南屏，非常方便。樓盤精心打造10萬坪東南亞風情園林，配合1300坪嘅室外游泳池、兒童親子樂園、羽毛球運動場、籃球場、景觀會客廳、2公里彩虹跑道、會所等社區配套。睇下呢個121坪4房2廳2衛嘅車裝樣板間先，餐廳客廳一體化，南北雙陽台設計，白色配黑色背景牆，立以雲石配置，開放式書房，仲望到河景。主人套房、獨立套位仲放到浴缸，港人最鍾意。